一齊睇下下晝市況啦。內地電訊股下晝反彈，帶動本港股市升幅顯著擴大，重上11000點嘅水平。恒生指數最新升咗144點，報11046點嘅。睇埋最活躍港股嘅最新造價啦。中國移動最新升5毫，匯豐升1個2毫半，中國聯通升5毫半，和記黃埔升5毫，長實就升個半嘅。香港交易所就延長港股同衍生產品市場嘅交易時段發出諮詢文件，建議取消中午休市，又將下晝收市時間由4點同4點15分延長多2個鐘頭，並且推出晚上8點至11點嘅晚間交易時段。美元每股康柏可以換取0.63股惠普，交易完成之後，惠普會佔新公司64%股權嘅。外圍方面，日本股市尾段嘅升幅擴大至超過3%，半導體股份顯著反彈。市場人士話，日股嚴重超賣，出現技術反彈。日經平均指數結果收市係升咗362點，報10772點嘅。3點半再見啦。各位，本港股市嘅升幅下晝持續擴大，兩隻內地電訊股都反彈超過半成嘅。恒生指數最新升咗240點，報11143點。期指就高水嘅，即月期指最新升咗266點，10月期指升275點，成交有19000幾張。跟住係做嘅港股嘅最新造價，中移動最新升個4，匯豐升個半，中國聯通升6毫，和黃升1個7毫半，長實就升1個2毫半。金管局副總裁簡達恒話：唔會因為政府房屋政策改變而放寬7成樓宇按揭上限。佢又話會密切留意停售居屋對銀行按揭業務嘅影響。The homeownership scheme loans have been growing quite rapidly over the last year, so it might be that type of business will grow more slowly in the future. But it all depends really whether other types of mortgage lending increase to replace the decline in HOS lending. 跟住係公司業績，希慎興業上半年純利有3億0600萬，下跌1%，中期息1毫。中保國際同期純利就有5700幾萬，增長2%，中期息派1仙半。好啦，財經第一線4點半再見啦。你哋飲咩？子母